伫台湾晓弹吉他的人有意图，不过晓做吉他的就无按多买。中老年许尊严，伊本单是一个乐团的主创，不过伊发现伫台湾弹吉他的人，家家都会用国外的吉他，伊就想，兼在台湾没有自家的吉他，唔会贵脏吗？所以对半年前起始，伊就开始去做吉他，伊也成为台湾头一个接受国际邀请。出国攀藏浪妹做琴师。云杉做出来的声音会比较清亮，那红松做出来的它会相对的比较温暖。所以呢，在民谣吉他上，云杉的使用量会比红松还大。在古典吉他的话，两者大概参半。这个工作室系其主演是节目小嘅机体，为做出一支好吉他，用麦嘅吹调当出绕，他嘅开起来是天生嘅面板，其实系两地标嘅夹起来嘅。你会发现一块板可能会从密到宽，所以我们的吉他材料基本上都是我取下大概那么宽的宽度以后，我从中间剖开，然后摊开，让它去对拼。那会发生什么状况？中间是密的，旁边是宽的。言论十不毛为让用到吉他嘅上，两地夹起来系味道转同很难夹线，他嘅言论咧开起来冷冷嘅面板，拉面空灵动到比美。好，当我经过敲击以后，假设我认为它的低频不够沉的时候，我就会在这个音量上面再继续的切削，来去释放它的音力。那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，就是说我释放越多的音力，我可以达到更多的低频。为上内位为小吉器达到都系好门。我削了这一支会改变低频之外，我还会改变了中频。我削了这一支以后，我改变了低频之外，我还改变了高频。目标提醒某强弱，想做出某强弱嘅认识，就显示出来做某强弱嘅处理，就千变万化嘅排列组合，手指走进两红条路是踩动响音。所以手工琴的特别之处，其实就是在针对每一个板子，而为了它做客制化这件事情。难度也在这里。难度也在这里，好玩也在这里。佢今年13歲就開始唱歌，佢是係樂團嘅主唱。22歲喊出過唱片，不過半年前佢當嘅這個離開樂團。我们自己是乐团，那就会碰到的很多的吉他手，但是我们就发现为什么台湾的吉他手使用的都是国外的吉他。那我想说，有一天如果我们也可以制作出好的吉他，让台湾的吉他手都可以使用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。手指嘅開始學做吉他，係去美國、德國等國家拜師學藝。因为我希望看看每一个国家他们习惯的制作方式，或者他们针对的点有什么样的不一样。因为我觉得如果只学一个的话，我的制作方面可能会有点狭隘。2歲時一到千，手指佢攞自家手創嘅吉他全賣強強。但是我那時候不痛，而且我是賤賣它。但是我覺得說，我換成這個技術的話，了不起以後我自己做嘛。當你學的差不多了，你錢也花的差不多了，但是你只是一個新的制琴師的時候，不一定有人會來買單。而且我那時候甚至跟銀行信貸，為了就是出國繼續深造。住譜提升自家，佢最年底做兼兩間業務也行出自家嘅路，很快辦高年。来锯下去，锯啊！没有，只是放下去。它原本有槽，来锯拉吗？对，让这个刀进去里面，好到底了，对不对？早年的时候，我在学习的时候，我也去拜访过很多制琴师，全部人都是回应我说这不能外传的。但是我就觉得说，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很先进的时代，为什么不能外传？我就希望让更多喜欢制作的人投入这个环境。我弹20几年的吉他了，对，那时候我就想说，
我一开始接触这个时候，我想要找到我自己喜欢的声音。对，那越弹我就越发现说，我们应该要从制作的部分开始下去研究。迄阵演讲透过作品伫台湾系当选比赛，不过佢学出世界后当行教育，就是希望规个作品产业会发展起来。我的琴做再好都没有用，只有整个产业起来的时候，我的琴才有意义。不然我的琴我也不知道卖谁。那现在更多我的学生，更多的其他人，因为我的关系而投入了这个产业。两当年迄阵也接受土来学生哥出国去参展，继续学习之外，也系为世界各国各地看到台湾吉他。当我们去国外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其实制琴这个产业，那可能在日本或韩国，他们已经是一个家族事业。那在台湾的话，我觉得它才是一个比较像是刚起步的。每个国家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风格，就是可能美国就会有比较属于他们那个风格做出来的吉他，那印度会有他们自己的风格，那他们都会把自己的文化啊，还有个性融入到他们自己的吉他里面。那我希望我们台湾也可以把一些台湾的特色，还有台湾人的个性，都融入到我们的吉他里面。普遍我们台湾人不知道手工吉他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在致力的推广。当大家觉得说其实台湾也可以做手工琴的时候，我会更希望让全世界知道台湾也有好的手工琴。手工琴所在针对影响嘅需求来做，第任何嘅手工业嘅经验，以专业对上比传统师傅还能敏感。根本强大人吉他，去到世界各地参展，也教人做日本、韩国、中国，连欧美加拿大嘅都有去，希望台湾很好弹嘅吉他上，只天时别高都弹嘅到。